阮相信偌济，阮就会做偌济代志。但是阮这信也无共，阮甚至去发迄光，阮可能想讲哦，阮甲政府发一个光，然后我希望讲我公司大汉钱，我家己的父母、家己的后生祖囝会使经身体健康公公。但是阮是为着啥物去做这项代志的？阮是阮甲即个物件当做是一个教义，原先有一个教义。当即个信念发出来的时阵，阮的信念就不对啊。阮做即个法院，阮为着是啥物？为着众生，为着重生，阮不惜一切好心去。所以，当阮即个信若真正出来的时阵，阮所做的行为，对，超乎阮以前的阮以前所不可相信的自己。因为以阮真正来讲，阮一定会想讲，我做工课，我去拍拼，是为着家己。但是为着家己，迄只是一个，迄只是一个目前你所看会到的物件。但是当阮有这信，阮相信这道的时阵，这道理时阵，阮去做的这物件，个会不一样，就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结果。啊，所以即个老师伊所讲，安人使用虽然好，可惜平黄昏。伊即个安人使用虽然好，但是讲着阮自己，一定最后一支啊，爱认真去修炼。但是伊嘛希望讲，引导甲恁你甲勇敢向前行，就是这个信，勇敢向前行，阮甲相信，信的话，阮甲勇敢去做，爱去写，爱去信愿行正的信。那为众生物件方方服务中，为重新不惜一切好修行。万如意，伫坚定，无了美好的前提。这美好的前提，前下美好的前提是啥物？敢有想过？应该每一个人拢会认为讲，我希望讲我以后的生活会使过安怎好？希望讲我以后的生活会使家己爸爸妈妈健健康康。那这美好的前提，曾经啊，伫2000多年前，有一个人讲过。一句话叫做“大同世界”，知影啥吗？就是孔子讲过一句话，伊讲老者安之，少者怀之，朋友信之。真下敢有听过一句话？这句话伊所讲的就是大同世界理想，这美好的前提所实现出来，应该是阮个人的美好的未来哦，是这整个世界化为莲花邦的重点。就是重点，所以这美好的前提，政府嘛咧认真咧帮助阮，然后阮个嘛爱有一个信念，阮爱有一个信念去做这项代志，我去知影讲应该安怎做，我爱安怎去行。那这讲平山师道义，诸理如水团，伊问何万安川，为何都不换？我拄则。伊即个即讲是伊拄则伫遐所讲的，就是希望阮若美美嘛。但是当阮若无美美的时阵，即讲伊就坐伫平山伫遐看。那河仔是到了去迄个河仔正伫新市道，然后王不大新娘。所以有时阵像河仔家己若伫外口工课布料，伊其实拢会想出来底啦。这个想吼，毋是普通想，是阮家己拢会向会想讲，我做不敢，看到爸爸妈妈，我想要倒去看伊。这个心是啥物心？是亲情，迄个爱。是一个亲情，迄个爱伫遐。所以阮较去想嘛，那这个老师对阮的迄个心情是啥物心情？嘛是一种爱，迄个爱的心，爱是爱阮阿嬷，阮会使成仙做佛，阮会使去认真去实心修炼的一个重点。所以伊个坐伫平山咧想，然后此意由谁传？这个主意由谁传？迄个谁是啥？迄个谁是啥？就是在座各位前面，甚至辅导的各位前面，有请靠各位前面，迄水是啥？是阮家己，若无去看遮经典，若无去看遮的资讯，若无去做遮的不同的一寡代志的时阵，我
即个主意无落去了解，所以是你受很好的主意在身着，多少的挂念、挂怀向谁说？向谁诉？向谁诉？伊所希望的是，希望大家遐在做想，希望大家同意，会使知影讲，最重要是地平山的当地。那再顶，心爱度，保重新空间。真应该对你拄只杨老师调来讲的啥物话，就是身体最重要的，爱保重，爱空间。为什么身体最重要？阮正常知影讲，回天五个条件嘛，德性、戒律、信念、火候、愿行。伫即个人世间，阮爱做5个条件，但是即5个条件，就像一个，即个比喻。阮有做侪物条件，但是即个身躯若无，即个伊就无去啊。所以身体是上重要。阮若无保护即个身体，阮就无即个道理内底哦。即个身体伊是一个小周天，所以阮若有法度照着即个生活作息，阮去调整好，家己好，即个道就在我们身体上面。阮爱安怎去做，阮爱去探索，迄才是重点。那接下来，阮来唱一条歌。感谢有情人和笑见红夫，阿耶多那里有感有天地，为幸福与将心不舍。一切可心灵，多里，你给你我了，你我的坚定，在风里上走多里，走一有水团。可笑的点亮，花样水手在叮咛，心爱头，我心空间。歌曲改。